来消息来看，宜兰县消防局一个姓廖队员参加新北市举办的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训练哦，和一个女队员各心死了。消防局是表示，因为已经开始的司法侦办咯，所以因得暂停心死了的调查。也毋过哦，这个被害者不满，佮向社会处申诉。社会处的调查委员会是认定讲心死了成立。 各提帮啊，到宜兰县消防局门口抗议，时代力量批评宜兰县消防局长应该马上落台。性平杀手徐松义，性平杀手徐松义。但是原因是宜兰县消防局姓廖队员参加新北市办的高级救护技术员训练，和女队员申诉过提告性骚扰。消防局因为女队员已经提告相关调查，按过女队员不服，向社会处过申诉。社会处调查委员会认定性骚扰成立。宜兰县消防局处理这代志无伫第一时间调查，互人批评。问一下我们的消防局长徐松义，你是怎么管我们消防局的？让我们的这些性骚事件一再的发生。 发生之后却置之不理，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的行政怠慢啊，行政怠惰其实让我们非常的不解，让人令人费解。消防局不管受访，局长电话也无接。执法新闻局表示，对发生性骚扰事件感到遗憾，已经将姓廖队员停训调回，将定数开科级委员会审议来处罚的代志。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有建议这个主管机关哦，如果今天他是公务机关，他有这个。 违反相关的这个性别文化平等法里面的内容，它不应该只是透过当事人去做这个相关的申诉。宜兰县消防局一直表示，性骚扰案拢被质疑，无及时处理，甚至有受害者被逼辞职。消防工作环境促进会表示，为宜兰这一件性骚扰案，因看到公务机关伫声明三法的认知并无这么熟悉，应该爱修法，和公部门甲事务门共款。那声明处置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的内容，爱处罚，将和公部门合法处理性平案件。记者综合报道。